关心天气的变化。好天即摆讲有变化，今年第3号风台叫蒲蓉，伫今日早起8点正式形成，未来会向北转西北平，进入中国华南的沿海，对咱台湾暂时无直接的威胁。也毋过受到大气压带慢慢所对北平影响，为明仔载开始连续6天。天气拢会真无稳定，会较较雨。另外，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性的低气压有机会形成第4号风台叫艾利，敢有可能变成2个风台的做伙架？爱个继续观察。日头最炎的，行无几步路地路寒，民众是惊雨伞，要不就是紧满一领背油啊。毋过这好天气维持无偌久，因为刷落来阁要变天咯。今年第3号风台芙蓉已经伫咧今仔日下午8点架起来。第3号轻度台风芙蓉呢，在今天早上8点，大致上位在鹅銮鼻的西南方约1000公里的海面上。在今天呢，白天大致上是往北东转偏北的方向移动。来看落线图，芙蓉1号中岛渐渐为西北边开始东移，到海南岛附近。拜六的时阵，我华南沿海；后礼拜的这2天，我边地、中岛地开始变色。不过嘛是要特别注意，菲律宾东边沿海冒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会架起来。周6的期间会距离台湾附近稍微比较接近一点，但是随后到了周日以后，又会逐渐的往北回转。那进入到比较中高纬度的地方，整个强度上面也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。气象局提醒，虽望芙蓉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，不过接落来小连续6天天气真无稳定。几明仔载开始，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局部大雨，中部、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，北部是过道的西北雨。不过后礼拜2到后礼拜3，落雨的所在会为东南部扩大到中南部地区，嘛要加注意有的所在落大雨。接落来这几天，大家出门嘛是拢爱记得带一支雨伞，可袂常常拄着大雨风啊甲澹糊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